学袂起来啊！底下要安叫啊？你叫者。我之前唱片咧，啊，安尼对吧？你总算垫底啊！哦，够困难的啦。听袂讲咱自己要讲做一个底下的代志吼。阮拄则本来想讲要变做一只猪吼，但是后边的天分无够吼。你搁一遍见，较成功迄种的。无啊，听起来无成啊。你这是一个做避暑的猪。你毋是讲还有别种？什么把种？你毋是讲猪的公公叫？几种？这喙烂。哇，伤济啊！听上面有点冻袂掉啊！咱来宾敢知影讲咱开场会安尼？完全唔知哦。好，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台开拍嘅节目，来听后白边，后白边。咱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甲一寡生活上的台语词，也够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，欢迎。会使讲话啊？你好，你好。我是婚姻来小林，小林啊，小林，小林是咧创啥？你甲大家讲一下啊。我咧饲猪，你咧饲猪我咧啊？饲猪。阮兜细汉嘛有饲猪呢，阮职工因兜啊，阮拢讲迄饲圆圆的迄个因兜。阮有够养猪嘛，有叫饲猪。哦，养猪啊，养猪，听起来做用的呢。小林看起来做紧张的哦。哎呀，小可啊，因为毋捌来过迄款节目。无啦，我毋是啥物正经的节目啦。哦，经商开讲啦。对啊，想要请问小林是倒位人？我婚林，婚林嘛，在地就对啊。头拄讲过哦，伊讲伊拄婚林来的啊。系啊，奇怪，我台北来的彰化人呢。啊，在地在地。对啊，啊想要请问讲，你以早读册科系，敢就是甲这饲猪有关系？毋是我读电脑的。你读电脑的哦？啊，啥尾来会行倒来即度？啊，就厝内拢咧饲猪啊，三代拢饲猪。三代拢饲猪，但是有的人毋是会讲，就是厝里伫创啥，就爱叫你去读啥物科系。我算无呢。你算较背骨就对。因为阮兜的人是讲，看我有倒去其他行业无。哦，去做其他的。系啊。选八道啦，但是尾来你嘛是搁经即道。对啊，就是牙口洗一年，搁走倒来。走倒来是感觉讲阮猪上高水安尼啦。饲猪是忝啦。饲猪是忝。饲猪。有看你汉草就知影，是有需要淡薄仔训练，需要推啦，需要推啦。听别人话，你讲你去看迄小林的 IG 啊，是面册啊，我感觉伊本人搁较悬，搁较勇。好，安尼想要问小林，就是咱有听过一句话讲，无食过猪肉嘛，看过猪行路，但是一个现代即种代志可能颠倒变过来，所以想要知影讲，就是饲猪你安尼一工拢咧无用啥物？饲猪哦，第一个部分就是饲啊，第二就是安尼几点起床？对啊，一般拢几点起床？因为我有运动，所以我拢超5点。5点，先运动，先走一轮安尼，走猪条3连。真假啊？走猪条3连？无啦，就是伫厝做一寡简单的运动。哦，健身安尼。哦，5点运动1点钟。对啊，超1点钟。哦，1点钟后6点过来。对，过来就囡仔用的食早顿，太太就载因去上课安尼。哦，打去低调是几点？几点开始上班？讲是重点的吼。几点打进去？7点半。7点半。7点半。哦，嘛是真早，嘛是真早。去学校的时间。就是囡仔上课啊，低调嘛爱上课啊。对。啊，一般透早是拢爱创啥？先清洁遐还是啥物？无，当然先饲啊，甲咱人共款起来。先食物件，先食早顿，甲食饱咧。嘿，先食早顿啊！你的时阵是猪母会先解啊。哦，猪母会先解。嘿，毋是因为饲猪啊，毋是哦是哦，我是讲的啦。阮迄饲猪有叫做一贯场，一贯场就是按咱讲配种饲较大只。哦。啊，一款的叫做整猪场。整猪场，家人配种，用的，嘿，啊，过来另外一款叫做肉猪场，肉猪场，嘿，肉猪场，你写起来，你告诉你介绍，肉猪场就是专门饲，敢若咱咧食的肉，饲肉猪的，所以恁遐是一贯场，就是自配种，第一囝生出来，嘿，就是安尼自细食到大只安尼，对，到卖出来安尼。哦，啊，猪敢是甲人共款，一工食3顿，我可能巴肚枵啊。其实有分的啦，有的人可能饲3顿4顿，有的人饲2，所以无一定。有的人，
所以爱市看的人啦，嘿，看市的人。哦你当作是安那？看市的，市的方式有的低清两顿，有的三顿，对，市的对啊方式，无就是共。哦嘛是嘛看市的人啊， OK 嘿 OK，嘿我了解。嘿，像咱人共款啦，有的人食两顿食较济，啊，有的人少量加顿。哦，嘿对，了解了解。过来，无咧改了，阮就会入去一个叫山城的所在，内底就是一寡猪母，嗯，猪母伊大概三层是华语对不？山城山就是行善的善，山城，三层嘿，啊，山产床，嘿产床，嘿，山城，对，三层，哦，嘿三哦这啊我嘛种名词呢吼嘿，嘛会使叫山房，哦，对啊，内底就是猪仔囝生出来，阮就内底照顾，干饲了后，就开始就顺猪仔囝，阮叫山后护理。三凹护理，那做未来中心安尼对啊，呢？我有时感觉家己哇那护士咧啊。真的哦，对啊，伊那护理啥物？比如讲去身躯哦，伊即马生了，你就爱清洗伊的迄个山德，三德，嘿，山德，你那手揪就去说，迄叫走散，走散我嘛捌，有时啊，伊若咧南山，我嘛是爱做一走散的动阮之前看作。迄啊，阮翁有无？阮翁因的迄出啊，爱甲迄马啊有无生出来？迄出叫啥？我无看。哦，好啦，毋按跳过啊。伊真正有演一出戏，就是马啊要生出来，啊伊就是手揪就甲马啊揪出来。迄个查某是林志玲演的。萌萌哟，嘿，对，对，好跳过。好跳过。所以你用手就去山道，就救猪仔囝吼。对，啊，叫敢有成功？一定爱成功啊！基本上，阮拢会大概，因为猪母咧生的时阵，阮拢差不多40分钟会去顺一摆，2-3点钟无生了，阮就会做走散。哦，所以走散的真正像电影演安尼，开开啊，甲手揪就给甲伊揪出来啊。对啊，伊就是阮讲啉啦，啉，较歹听，咩啉出来？较歹听嘿啊，但就是是但是没人知影讲你爱啉几只？其实你咧啉的时阵，伊有迄个胎盘。嘿，有胎盘，阮会看胎盘伊排出来数量，有时啊，你还有胎盘伊会缩水，哦嘿，你若个伊若胎盘缩水，若是足深足红的，迄可能内底剩一两只尔。哇，所以这是有学问的呢，嘿这一般人袂了解呢。完全知。这是独家，这是独家。目前我阁无听过有迄，就是好问猪仔的人讲啊，这深吗？嘿，迄像阮之前迄外落来啊，毋知影丢啉迄啉啊出代志。哎呦，你一直啉，可能到时啉，毋知啉出啥物件。嘿啊，嘿啊惊到所以人呢。伊有一个规定，嘿啊，哦，好，啊，个就是清洗，对，清洗过来清洗了，过来猪仔囝出来嘛，阮就爱甲有无你有看过我的迄个影片，影片，对，伊即马会牙粉，有伊身躯淡那淡，你过迄要钱有无？记低白嘿哇，嘿嘿嘿对，你讲迄个物件叫消毒粉对无？消毒粉，对，对，啊，伊会保持哦，嘿嘿嘿保持较大嘿色较打伤嘿。听众朋友，你通去看小林的影片，一个就是猪仔哦出事了，也伫咧牙粉，啊伊讲吼，伊心内若像咧记猪排啊，大家人若像咧料理，啊你会使偷偷囥一寡胡椒啊，较拍，记住你安尼饲起来时阵较欢喜啊。啊，消毒粉过来，猪仔刚才送去保温，还是讲就是送去猪母的身躯边？阮就是拢先扣按迄个叫保温度，内底一拍电火，哦嘿，甲咱若去买迄钱，迄有迄内底拢拢有一拍咧保温咧。猪排一直袂过呢吼，嘿，迄真正我有时啊，若离低调咧伤无用，巴肚咧枵吼，真正愈看愈枵会。变个别款味。哦，所以就甲你讲，无你胡椒粉钱都鼻空。对嘿啊，啊，敢是逐工拢有猪仔会生出来？讲差不多20工左右，因为阮20工有落掠者迄个周期。哦，嘿嘿嘿，啊，敢有迄有人是一直生，就是不良的，一直生迄种。一直生，其实猪母伊是一当生2.2胎啊， 2.2胎嘿一当，嘿。一当2.2胎，等于3个月、3礼拜过3工，114工就会生一摆。这数学教你啊！你讲出来啊！我吓了啦。然后朋友恁若听袂清楚的，恁搁切等其他饲到班的搁听一遍。啊，对，啊，但是有的人会分配啊，譬如讲，伊有可能有5只猪，对啊，猪母的数量敢是固定的，还是讲会使一直无限的，一直变济？你讲什么意思？比如讲，你讲一只会使生2.2体嘛，啊，伊就是即个10只生，啊，过来就是后壁10只，就是伊互伊分开，啊，就是规年趟天拢咧生安尼。无法度，因为伊的心理就是安尼。哦，对，因为伊若是因为这拢是计算过的，因为猪母你若是自生甲带囝，甲囝离开伊，嘿，对，差不多即个时间，所以伊一当同齐会使生2.2体尔。哦，伊无可能生了后囡仔无带嘛，对，一定爱带所以伊若无带囡仔，伊该安怎？
伊技巧伊有会讲起来无？伊若无带囡仔问题足大，伊无法度配种。哦，是啊，对，因为伊若是生了后，伊拢爱靠迄个猪仔囝落吸伊的迄个零仔头，对，伊才会甲一寡恶露哦，甲排掉。嘿排掉啊。伊对会生了伊的子宫拢爱一寡恢复的时间。哦，哇，所以若是无食冷，伊就无法度排即个恶露，恶露排袂清气了，后一体可能就有出问题。发情阮叫消啦，笑嘿，嘿，伊若消，伊就是你若讲猪仔囝若无正常，还是出问题对， ，30工以内，若是都拢猪仔囝拢无去，啊无猪仔囝吸冷的话，伊就是可能袂消。哦，微笑，影响到后一体安尼。哦对对对对伊就会对产后忧郁，过来就无想要生，对。过来共款呢。好啊，过来咧，咱即个基地牌结束了，过来咱的后一个行程是啥物？煎猪排过来了，就是因为猪尾放屎，阮就是后壁清洁，清哦嘿清洁了后过来顺看今日有要拍疫苗无？拍啥物注射？拍疫苗无？拍疫苗，嘿，因阁有打生2工的，阮就爱家己的喙齿甲尾流加因上。哦，加喙齿，把迄影片我有看到。真的，我有看迄注射的，注射的做刺激的，嘿，注射就是速度爱紧，速度爱紧。大家呢，安尼。即个影片去网络拢做人伫下骹写，我拢感觉讲，你无伫现场，你毋知，有人去讲啥物，你注射无消毒，你注射个无啥物。哈，对对对，迄有诶，因为做法无共啦，因为我感觉每一个牧场的做法拢无共，所以有的人会一甲咱指教，我感觉咱会使听，啊无一定爱学。你拄仔有淡薄仔紧张啊，我以为你教较顺咧，伊拄仔丢毒，想讲要安怎讲啊？我给你放心讲，袂使放出去，我会跟你叫名帮伊。我记，阮嘛是一工甲毋去互骂啊，袂要紧啊，咱就是听听咧啦，无啦，阮会吸收。会啦，拄则迄句敢会使播哈，阮会听啦，阮会检讨，多谢大家。当然，阮会个伫节目面顶回事咧呢，哦，真的阮一工甲毋是节目面顶回事咧呢，对，最近较无啦。对无？对，最近刚有人写批甲我问讲，我伯伯你两个最近较喊你回事咧哦，因为真正人讲毋着话啊，网友写批来啊，阮就讲是咧啊，迄个事安怎念，念着去，我甲伊讲歹势是咧。我真正听着讲，敢若嘛有人讲叫你两个讲话较慢。哦，对啊，有啦，我最近有检讨呢。我会建议讲语速放较慢。哦，语速放较慢，我有去听别人的拢较慢一撮啦。对，你有发现讲普遍台语的节目，其实因讲的拢足慢的。毋过恁讲，我感觉较少年的感觉，较趣味。阮较会想要去听。阮就18、9岁啊，就真正少年啊。小林，你即摆什么意思啊？你抱一边啊！你有一个弱点伫阮手头啊。毋甲你无共款，拢18岁，你知无？了解。看会出来啊！惊着啊！好，过来猪母清清的了。猪母清清的了，过来阮就是拍了，互迄个大只的食甲细只。哦，拍细只甲大只拍起来是毋是无共款？煮起来迄种感觉，还是动起来拢共款？非得因为你速度紧。细只有角度，因为细只的皮甲鸡肉较薄。哦，你有个角度45度、35度，毋过大只你就甲吹落就对。大只迄肉伤顶吹袂落诶，基本上袂啦。大只的阮拢分尖头长底尔，啊大只你不管你就是甲吹落就对啊。啊伊会改袂咧，对啊，改。你若速度愈紧愈袂改啊。哦，伊袂愈改。啊定安尼。你若豆用伊就而家。哦，豆用做恐怖诶，你较记，对，伊就而家酸啦。好啊，过来注意苗了。注疫苗了，过来就开始用饲料，互迄个大猪甲，迄个小猪食。啊，猪仔嘿，大猪甲小猪食，用拍料的，即摆无用手天的。用拍料的，听出来啊，电子化控制。电子，对。我紧发现足紧的呢。我想者啊。系啊，因为即款物件，有的人毋捌听过，恁拢我都听出来，阮咧讲啥。会啦，阮嘛是有淡薄仔知识。阮是一个有知识的节目，佮讲一遍啊。是，阮是两个有知识的主持。主管啊，你有听到无？啊，你敢有经过迄种，就是爱家己用手去打饲料的？有。啊，阮通头，因为阮豆设备是豆改甲对，即摆方便使用啊。嘿，啊有迄个水轮有冷气安尼。哦，嘿。第一样都系冷气放较好诶。哦，内底真正凉，内底你若讲热人吼，我感觉是内底。底下吹冷气啊。毋是即摆讲有啥物迄
低调的涂骹是迄我高层啊，高层，高层，伊就是有一个最强过，会晒啊，哈，对，讲啊，人什么大过啊咧？我就想要去多看卖。罗人讲啊，未成困你是咧？毋是啊，因迄底下迄个会有迄打草对无？无打草，无即个物件，那是有甲鸡啦。无毋对。阮阿姨因兜，阮阿姨因兜饲鸡。哦，饲鸡。对啊，因迄鸡嘛是有迄。因迄豆壳啊，啥物对无？对，啊，因下骹迄是迄打草，做全皮啊，面顶佫有架一个迄，因迄鸡仔拢会去你面顶生卵。吼，有去遐算过啊，有去遐翕寒冬哦。我讲你莫佫甲伊搞肉啊，我毋是恁会使肉着的人。好啊，佫来饲了了，拍了嘿，拍了了，阮佫来就是因为拍了，因就是拢会起来，起来阮就是下当摕咧，药啊摕咧，开始顺。哦，嘿，顺看有破病无爱起来，甲咱人共款，你看目睭。还是人咧食，因那要倒咧，无爽快的感觉。对，你就用骹去拉者，用手去拄者。哦，啊，敢有逃走出去？还是讲去共加诶？哦，有迄款诶，阮叫做共霸凌迄款诶。霸凌，台语叫霸凌。哦，拢叫霸凌。对，叫霸凌。嘿，迄款诶，搞怪，阮拢甲嫌出来，共加要你话，我拢甲嫌出来。哦，改关禁闭。嘿，迄款就是隔离。对，真诶，因为你不管甲男女倒一定吼，伊就是心理上可能有问题啦，心理变态啊。底下嘛有即种诶，个人共款。无你嘛会使讲，有诶是讲欠一撮啦控物质。哦，所以伊身内有一款反应，看到啥物想要嫁，想要嫁，迄款阮来看出来。敢有就是有一间爱特别关即种诶？有啊，阮有专门咧关破病猪啊，甲搞怪。哦，全部搞怪关一间安尼。你嘛真变态！你这问题袂歹呢。我好奇啊，毋是你安尼搞怪加一个，搞怪加一个，你安尼加咧，毋着因全部拢加一个受伤，是咩啊袂？对啊，所以是应该是关毒间啦。哦，一人带一间安尼。对啦，甲你讲关禁闭，你是毋捌叫关过了？无啦，你关一间哦。我安尼一般到即个流田甲遮，经过几点钟啊？对啊，差不多一定甲下晡。无10点。10点啊？做遮济代志，才甲10点尔。10点，因为阮若是熟手诶话，足紧诶。哦，菜鸟头爱3个月，较有可能抢，因为你敢若要顺猪仔尔，伊就来讲这猪仔我看了无问题，头家看哪会讲伊破病？这是阮感觉诶问题。经验啦，经验头爱3个月。你有当时咧撩咧，知影讲哦，这无正经，这有问题。对，真诶。但是阮可能听看讲，无啊，伊就是今日较难死啊，无啊，伊就是伫遐跳啊，伊也无安怎，伊看起精神做好。对，不要气咧，感觉讲，伊无死就是无问题。遮刺激。对。过来咧，你甲下晡进前拢咧创啥？到下晡过来就是开始洗猪条啊，洗猪条洗了的，下早就结束，下晡共款的工课过来一届。因为第2顿对无？下晡是减一个洗猪条尔。猪条一工洗一届。嘿，洗一届。哇！若要下班进前咧，敢有啥物安全的物件爱注意？就顺电顺水，为的是传统下你就是爱加棚啊，甲咱开窗仔门共款。我知，有迄布棚爱甲伊加。伤寒伤热，甲咱开窗仔共款。阮就是先甲整理一下安尼。了解。敢有迄啥物特别需要爱关起来，还是讲有一寡就是无爱困咧，叫伊食啥物？无即种物件。无咧。问题学生共款。对啊，我就是讲有诶，可能讲困诶时阵爱赶去另外一个所在。敢若有捌猪母足巧诶，就是伊无爱你要甲赶，伊无爱去赶。迄款你就爱想办法用料绳，还是用房仔扎2-3个，反正你就爱想一寡办法，甲伊赶落3房内底。但是伊就是伫3房，甲伊伫遐囝拢伫遐安尼，伫遐。就是有囡仔嘛，准备要生，伊无爱理由，你就爱想办法甲赶咧。我咧地设量真济呢哦，对啊，咱直接做地设，安尼我要后一地啊哈。有诶人骂人的时阵，拢会讲别人是猪，也是讲肥甲若猪共款。但是拄则你问你的时阵，我知影讲注射的时阵，迄猪的肉其实真歹做，而且猪做爱清气，还佫有迄个体脂肪，要安怎讲啊？体脂哦，体脂无悬对无？刚才你介绍一个就是猪的小米色，除了你甲我讲的亚粉啊。我要讲阿炮啦，我想要阿炮，我想要听阿炮。猪仔小弟是猪仔，其实我感觉猪仔吼，伊的片啊比狗仔较好，较灵，较灵。哎呦，对，
有听讲，有听讲。对，伊个饲料吼，伊其实像啊人讲伊会食喷，因为伊是无物件通啊食。对啊，无其实喏，伊若像阮安尼食饲料食惯势，可能无爱食喷。应该是哦。对啊。伊早来找啥物松露？嘿，对，松露就是猪啊。你毋捌看过狗啊？吼，拢猪啊。对啊，因讲就是迄猪才会找着迄个物件。猪啊，伊个有一个动作，就是伊个鼻仔会丢吐，会去夹，会做够夹。哦，真诶哦。嘿，你若讲伫猪条内底啊，你若可夹一块砖仔起来，你下晡工课拢免做咯。因为迄地拢会规个。伊甲伊夹规个夹，看着吐啦。夭寿哦，伊足爱耍诶。所以伊的鼻仔顶管即地是定诶。软诶啦，毋过我毋知影伊是安怎，就是弄这动作。你袂受伤啊？我知，我想我若叫伊弄着，互猪仔弄着是问题大条，互猪哥弄着。哦，恐怖。好，所以咱第一个小知识就是猪的鼻仔比狗佫较灵。嘿。好，过来。过来，伊其实夹头夹无啥会起来，甲咱人无共，伊角度无共。哦。所以你咧甲注射的时阵吼，你角度夹好，伊看袂着你。哦。所以咱使甲医生诶秘小吹，伊自己也吹袂着咱，因为咱秘伫伊后壁。第一就是有时啊，你要甲注射的时阵，有时啊，因为有个耳仔看掉诶，看无。啊，第二就是伊夹头角度看袂着你，啊，个伊目睭看角度嘛无咱人遮看。哦，但是猪伊的视力敢有好？无好，伊敢若我看到两色尔。两色。嘿，两色尔，所以伊减一色，所以看起来噗噗啦。哦，噗噗。嘿，看的色水拢安尼噗噗。所以其实是拢用片的伫喙位安尼。哇！对。哇，猪这量啊！哎呀，我看你的低压片要加几只，我一概知影。啊，你像听讲猪母就歹的吼。猪母甲猪哥。猪母甲猪哥拢做歹的。拢做歹。所以猪哥是因为伊爱歹叫迄度徛起来是安怎？毋是猪哥是伊要配种的时阵，伊就会留猪哥卵，爱猪哥卵一个刺味。嘿，伊若咧配种的时阵，咱就爱闪较远的。甲咱讲采精就是你手动甲伊采精。嘿，甲伊的物仔储落来了后，伊迄个过程嘛是爱做注意，惊伊有猪哥个拢做长的。阮一个阿伯进前去互咬起，天百外针。百外针。嘿，咬到倒位？大腿。哎，毋着喷火。对啊，就紧上。对，爱紧上病，足危险。但是我看你影片，你迄个阿炮是啥？阿炮采精的时阵，看起来足轻松的。无，其实原来爱闪。真的哦。对，因为猪哥伊真正有时啊。起性地。嘿，起性地。所以你翕出来拢是迄较安全的位。阮有规成功的位。其实阿炮其实来时阵是足野。真的哦。足野，豆豆练啊讲吼，我配合伊配合我。哦，听讲袂记甲恁介绍，阿炮是因遐的猪哥，嘿，猪哥专门伫拍种的，嘿，拍种。一只鸟，阮猪了3只，拢叫阿炮，无啦，一只叫阿炮啦，一只叫阿炮，另外2只我无熟悉啊。一只，我想讲你的通称啊呢？介绍，另外2只叫什么名？伊拢是大炮、小炮、大炮。你3炮2炮，阿炮1号、2号、3号，差不多拢安尼啦。你讲迄只拢，讲阿炮嘛，使叫大炮，因为是猪力。上亲的呢？对，猪亲的啊，用同济。但是3只敢有迄就是用出来啊，敢有迄，比如讲就是较强，还是讲较迄，咱人有。我知，因为阮拢会观察，阮会用迄个。电子的迄个镜头，嘿，去看，嘿，大部分拢差不多。伊迄个医馆咧泡的，就是泡较薄的，会使冻超10天。因为阮迄拢一个迄个冰箱，嘿，冰箱拢保存啊对，拢差维持伫咧15度至18度。哦，采精了后，要安怎注入去猪母的？叫做迄个有一支迄吼。嘿。迄我毋知影怎讲诶，是毋是一支安尼啊？头前有一个管白铁仔诶？毋是，伊是塑胶诶，一支若竖管。你着想讲，咱有一款叫竖管，竖管头前有一粒物件。恁水某有想要讲？哦，受精管啦。哦，受精管啦。伊比较较是伊画器材啦。哦，你画器材啊？你2个是安尼熟悉对无？你就是你卖物件叫你甲伊拍走安尼。毋是，你这部是咪无讲着爱情故事？咱后一趴来讲。所以就是用迄个甲伊倒入去啊。系啊，阮就是泡好了一罐啊，加1000cc 啊，即嘛对100cc 倒这细罐的人工受精时阵，猪母人咧发情，阮就甲拄落，甲煮落。哦，所以伊是若像下蛋有一个物件会使杀安尼吼？无，用手饲。哦，
哇，伊个迄个阮需要相片。需要相片，你到时阵迄笔个物件，阮看有要搭伫阮的内底，因为应该做侪人无看过啊。应该是即个物件无。我连听都无听过呢。对啊，我跟你想讲，你是要哪个倒落，我摕一个物件，而且倒落了，伊就袂流出来啊。有诶倒流，啊，你就是爱想办法甲底部有咧，甲刺激，伊就是刺激，天气，哦，袂无讲笑，讲笑，甲刺激伊就会收缩，伊就会豆豆甲迄款位诶吸流，豆豆吸流，嘿，较稳呢，较稳吼。这新来可能袂晓哦，袂晓，这可能爱学一阵啊。这你应该毋敢有迄新来用，无敢算迄种老去。对，对啊，算讲位拢拍算位做袂掉，都代志大条咯。啊，但是阿炮伊是逐工拢会使拍正向，还是甲弟某共款有一个周期？逐工哦，弟哥是你卖连线就好啊。我前啊咧头咧饲，袂晓菜了，我是讲过点半钟啊，无甲菜一盖都软骹。我才知影讲无买分，下早甲下晡。毋是你家己想看觅？对啊，哦，咱这阿婆个食哦。好，过来，你讲你有分区对无？就是因你困的所在。有。对。伫遐咧困，伊真正是足巧，伊会使分做咧困的所在，啊甲排便的所在，放的所在。伊若放伫遐放惯势了，因就袂去咧困的所在排便。你足巧。啊，食饭是伫另外一边。对，食饭另外一边，伊拢会分区。哇哦！伊家己分还是你会替伊分？伊若搞怪伫头前排便的话，阮就是甲清的，啊，甲伊的排出来物件甲摕去后壁，啊，头前佮甲用打伤，伊第一两摆就知影讲头前袂使排便。会使教呢？对，比人较乖呢。有一个人身教教袂晓吼，便所袂滴哦，佮毋上水哦。我咧讲阮公司便所的故事。咱要安怎？咱一直无法度离开这个话题。你较专心命低好无？我做专心的。啊，猪啊，敢会认人哈？我感觉猪母会呢。猪母会认人？猪母会。你较放心，伊就互你一摆安尼。嘛毋是，因为猪母算甲咱接触时间较长啊。对啊，你讲块肉猪啊囝，你入去几百只，你想是想你认袂出来。啊，毋过猪母，你咧照顾伊的过程，包括生产、走产啊，家己的。斗阵的时间较长啦，对，啊嘛较有感情啦。所以咱咧卖猪母，咱会较毋甘，啊卖肉猪，较无感觉。以前有搁听过有个饲猪的人，甲迄猪啊号名，号咧要送出去的时阵，哦，靠假。对啊，你若像我甲阿炮伊号名，其实我卖猪哥愈毋甘，因为猪哥敢若3只尔，啊，你做感情的。一定诶。所以卖猪哥的时阵是卖去做肉，还是卖互别人去拍种？卖猪哥大部分拢是全拍袂掉，全算淘汰啦。咱讲淘汰了就是可能做肉酥，做啥物？就是伊一世人拢是一个有路用的猪。对。咱人老啊无效啊，伊猪个老啊，佫有效。好，拄则讲到磨粉啊，佮迄磨喙齿甲煎杯溜啊，啥物时阵爱磨喙齿啊？还是出事就爱？阮拢差不多一工就爱磨喙齿啊。一工就爱磨喙齿啊？因为无伊会去加猪母的零仔头。啊，敢爱逐工磨？毋免一摆尔。磨一摆。嘿，磨一摆尔，因为咱就是爱避免着伊去加猪母的零仔头，伊若加猪母的零仔头，猪母会刺激，伊就无互伊食，这代志就大条咯。来，甲你考试，猪有几个零头？8。你哪知？我有。好，安尼上尾要问一个，拄则你讲，咱拄则讲到猪的智商，有讲到猪足巧诶，对，伊的智商是偌悬？智商哦，差不多比狗较悬，超过3岁至5岁。我拄则听到比狗较悬，你听到？可能比我较悬。猪啊，伊才是，我感觉伊才是做适合做狗仔猫饲的，只是伊伤牛大。对啊。伊伤牛大啊，伊的迄个阮讲做肉率，就是你互伊1公斤的饲料，伊会使制造偌济肉出来，实在是太悬了。真的哦。所以才会用当做食的物件。但是猪就真正饲的一直真磅大，敢会到一个所在就停落来。伊差不多饲袂大汉迄种品种，饲袂大汉应该是无。有一款人咧做迄个宠物的，毋过迄大起来嘛是应该有到7、8十。
迄你无看迄吹面顶有人讲，伊讲伊去买迄讲啥物迷你猪，对啊迷你猪，结果饲讲变成人家大只，嘿啊你无看迄新闻哦？对，所以我问专业的啊。但是伊足巧的呢，伊若乖袂掉，要安怎？你讲迄宠物猪，对啊，还是讲就是，敢有人伫饲就是肉猪啊，即种的猪来做宠物。我看外国有呢，哦，真的外国人迄农场为的半只甲六主人较好的，我看伊拢搁入厝内。哦。哦，咱想要问一个真重要问题，咱一般台湾饲猪就是肉猪啊，是啥物品种的？敢有分阮饲的叫做 LDY， ？LDY，这是一个术语。嘿嘿，较复杂的叫做迄个兰瑞斯杜洛克哦，甲约克夏这三下夹起来就变做咱咧食的肉猪的品种。约克夏敢毋是狗？伊就是叫约克夏。真的哦，约克夏猪哦。嘿，伊的耳仔，阮迄款的叫约克夏耳仔是夹起来。哦。啊，兰瑞斯耳仔是砍落来。所以恁牧场内底拢有，拢有。啊，杜洛克就是阿炮，迄款咖啡迄款叫杜洛克。哦。你私心有较介意倒一种啊？我拢爱。会当换钱拢爱。嘿啊。咱敢若顶集尔呢，咱知识量就安尼变叫啊。哦，对啊。抹出来。对啊。就会开始讲，你较控制一下好。哦，安尼咱即集先到这，咱后礼拜再搁继续听。后礼拜要来介绍猪会使食的物件。好食。好，想要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就问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